大家好，介紹翻自己先，我係 SFU 嘅電影與媒體製作高級文憑 Year One 嘅學生吳樂怡，大家都叫我秋姐嘅。我嚟讀呢個 FMP 之前啦，其實我就都係喺明愛嘅 CICE 嗰邊咁讀 DAE 課程。我 DAE 課程嗰陣時係學紀律部隊方面相關嘅。香港呢個社會啦，爸爸媽媽咧多數都希望仔女有一份穩定嘅工作啦。嗰陣時其實未好肯定到之後自己將來要咩出路啦。我就見到明愛有啲宣傳冊啦，上面寫住其實讀完呢個文憑之後咧，都可以有其他嘅出路嘅。喺呢個電影製作課程裏面咧，其實我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嘅。我一開始嚟嗰陣時，原本係諗住自己可能玩多啲有關幕前嘅嘢啊。但係咧，因為有人同我講過，電影其實係一個 team 嚟嘅。做嘢嗰陣時，你除咗做幕前，其實你知道關於幕後嘅嘢咧，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成個課程咧就其實分咗幾個部分嘅。我依家啱啱就係完咗 Year One 嘅課程啦。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關於前期嘅嘢啊，但係都係電影嘅製作後期啦，包括可能一啲剪片啊，點樣去分嗰啲機位啊，點樣教你揸機啊，呢啲起碼最 basic 嘅嘢先啦，同埋一啲 set 燈嘅最基礎嘅嘢咁樣咯。我個人都好開心可以今次去到 Year Two 嘅畢業作品展去做一個司儀啦。其實呢一次嘅機會咧係真係俾我一個好好嘅經驗，因為對我嚟講啦，我都好耐冇一個叫做可能上台踩台嘅機會啦。雖然都係我哋叫做自己人啊，有 Year Two 嗰啲師兄師姐啊同埋老師咁樣啦，但係上到台都俾我一個好好嘅經驗啊。其實我個人就唔覺得影視方面係叫做寒冬嘅，其實好多嘢都係事在人為嘅。包括依家好多嘅新興媒體啊咁樣嘅一啲視頻平台咧，係好多嘅方方面面，譬如話短視頻啊、短劇好多，其實佢唔會消失，佢可能只係進化咗有另外一種形態咁樣嘅。所以好多嘢就套用我一個好中意嘅電影啦，《侏羅紀》裏面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嘅。好多嘢其實係靠你自己點樣去吸收完，再融合翻你自己嘅嘢去輸出。我知道最近大家考完 DSE 啦，可能出嚟嘅成績未如理想咧，大家都唔使擔心嘅。大家可以報讀明愛 CICE 嘅 DAE 課程，一樣可以揾到其他出路。大家快啲嚟報名啦！